环绕护佑甜蜜，主爱如潮涌，一波一波汇成天心。我要赞美我主的爱，愿全地万物齐声颂扬。一叠卡音错，一叠卡音错，荷兰文的浓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里多，咱就学咯，开声音声。我们昨天就这个 key 了。哦，那我真的是。
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又是美好的早晨，一个阳光普照的主日。我们感谢上帝，虽然在这段时间我们都不能够相见，但是上次借着牧师的信息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是一个零接触的时代，但我们却能够因着上帝的爱，以及上帝无限的恩典，还有我们彼此的关怀，也有机会成为一个零距离的时代。所以再次要透过这个动作跟荧幕前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一个连结。再次我们可以，这个时候你有在直播的，跟我一起 high five， 让我们用 high five 来预备进入我们今天美好的早晨。快快快！上个礼拜有人特别跟我说 ，V 姐你太快收回来了，我还来不及走到电视机前面，所以给你一次，再给你3秒钟。感谢神，除了这个机会，我们还是有机会能够继续；除了这个动作，我们还是有机会能够继续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来线上关怀。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你也可以透过跟以文传道祝他生日快乐，也可以跟我们有一个零距离的时代。所以等一下聚会结束以后，不要忘记了拿起你的电话跟简讯来祝福我们的传道生日快乐。我们这时候就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因为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是充满挑战的，但是每一次的主日早晨，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朝见你，是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不只面对风浪，我们有那个在风浪中与我们同行的天父，与我们同行的主。恩主，我们感谢你，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让我们不一定能够感受得到，上帝，你是否真的知道我们的苦楚？你是否真知道我们正在经历我们生命的苦难？神，但你不断的透过我们，给我们生命这些功课，提醒我们，我们与你的关系是不凭眼见。我们只有借着不断被操练的信心，来到你面前，知道你真实的在这个世界持续的做工，你看顾每一个儿女。主，过去这几个礼拜，我们不只深受疫情的影响，有许多人也正在经历他生命的风暴。上主，求你帮助我们。越是在这样的时刻里，我们越要紧紧地抓住，相信你的话，帮助我们能够相信，没有任何的黑暗以及风暴会大过你对我们的应许。帮助我们相信，没有任何的患难艰苦会比你跟我们的距离更接近。主要在每一次我们经历生命的挑战以及风暴的时候，甚至在这场瘟疫当中，你让我们学习，这好像一个除酵的过程，好像借着这一切是要除去我们生命中那些罪恶污秽的酵，使我们能够更多成为一个用感恩以及圣洁敬虔的生命来成为你的儿女。主，因此求你帮助我们，求主圣灵你来，请你来进入我们的生命里，进入我们此刻需要平安的心中。让我们在今天早晨所领受的，是上帝，你真的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苦楚，站在我们最深的绝望里。那些我们以为你到不了的地方，却是没有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隔绝你对我们的爱，没有一个地方是深到你的爱不能到达的。因此，主圣灵，请你来帮助我们学习更多，在你里面用信心等候以及依靠，使我们借着这一切的考验，我们越发的知道，等候你的必如鹰展翅，
等候你的，我们就能够经验生命逐渐长出信心、盼望、喜乐，以及不至于羞愧。圣灵，请你来，在每一次早晨我们有机会能够亲近你的时候，你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来洁净，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清心并得见上帝的人。主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这几周，我们真的学习了什么事情是可见，什么事情是不可见，什么事情我们需要更多的放下，而什么事情又是我们最重要需要持守的。求你借着这一切来炼净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逐渐成为那个纯粹得见你的清心的人。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应许不改变，你对每一个寻求你的人，你必施展你的恩惠。求你赐给我们坚固的信心，使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步骤里，我们都能够看见，安静等候，不是因为我们绝望，乃是因为我们盼望，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不延迟。主，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等候里，你就叫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看到你救恩的作为。谢谢你为我们的土地，为我们的国家预备了许多恩惠。我们看到有人在苦难当中愿意向我们伸手，主，求你纪念他们的爱心。天父也因此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让我们在面对这些挑战以及风暴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嘴来互相的攻击，我们乃是相信那位良善的上帝正鉴察全地，他的眼目察看四围，叫所有凡寻求他的人都经历他的保护，并且经历他应许的坚定。天父，求你赐福，让我们因着领受了这些恩惠，我们更加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愿意在这样的时刻里向人施恩的人。圣灵，请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每次因着我们看见环境的困难就软弱的时候，请你提醒我们，记起主耶稣曾对我们说的话，就是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是世界都夺不走的平安。我们只有更多的等候，专注我们的眼目，相信那位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救恩，并且胜过死亡的主，必向我们显明他奇妙的大作为。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恩。这时候我们就要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是的，弟兄姐妹，愿我们在主里因着相信主耶稣，我们就有平安在此刻进入我们的心。不论你正在经历什么，盼望今天早晨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不见风暴，只见那在风暴中与我们同在的主。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
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使风浪平息。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新生机。耶稣，无人与你相比。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新生机。耶稣，无人与你相比，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新生机。耶稣，无人与你相比，你是配的，配的，配的尊崇和赞美，你是配的，配的，万物敬拜你。
是远超过诸天。他名已被高举在全地之上，将荣耀并尊贵和颂赞归给他。别呼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呼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呼他名，唯有我主耶稣。他是配得荣耀，他是配得尊贵，他是配得全能和颂赞。别呼他名，别呼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呼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呼他名，唯有我主耶稣。他是配得荣耀，他是配得尊贵，他是配得全能和颂赞。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是的，天父上帝，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需要你从天所赐给我们属灵安静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个时刻仍然在你所为我们设立的宝座前，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感谢赞美你。特别恳求你赐福看顾我们所有在线上一起同心敬拜的兄姐，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坦然无惧地到主面前来，不受这个世代，不受这个疫情的影响。在这个时刻，我们要享受与主你亲密同在的喜乐。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非常欢迎我们能够在主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时刻一起来聚集。我们知道，在过去这1个半月，台湾经历了一个特别的阶段，我们的活动、我们的行动都受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看到许许多多在我们的周遭，无论是在商业区，或者说在市场采买的地方，仍然还是有许多的人群。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学习的时刻。如何在许多不同意见中间，基督徒能够在众人、在社会、在国家里面，如同上帝通过先知以西结向我们提出的邀请。那个圣经这么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这过去2个月，我们一直用这个来提醒自己，回应上帝的拣选。在你的行动，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会成为填补那个破口重要的角色。尤其在这样零接触、艰困的时刻，强调人跟人要保持不能够接触。像我们在礼拜堂里面，这么大的礼拜堂空间，你就只会看到一个人固定在礼拜堂，就是音控室的同工。其他我们的同工呢，我们就会从侧门出去到教育馆另外一个空间。
这样灵接触一个艰困的时刻，我们却要体会，也经历到天父上帝奇妙的连结，让我们有零距离彼此的分享代祷，让人跟人在一起的温度能够提高，能够保持。因为在零接触的时刻，很容易一个人就冷淡下来了。我们的老祖宗不是告诉我们吗？木炭，当一个木炭自己离开了，放在那边，虽然烧得红彤彤的，它很快就降温，恢复到黑色木炭的样子。但是木炭如果3块5块堆积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火就会很旺，被挑旺起来。而且我们不管是要煮食物、要取暖、要烤肉，都非常方便。可是今天在零接触的艰困时代，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在属灵生命的连结是零距离的。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再到他面前来。所以我们也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不只是在家里面，在客厅、在书房，借着电视、借着电脑一起敬拜，你也必定会通过各种方式，跟你周遭可以联系的人，大家一起再次到主面前来，经历他给我们平安喜乐的力量。我们在2021年继续跟着经课表，在教会历史上面有经课表。这个经课表每个礼拜都让我们知道，一起学习上帝话语的功课。在圣灵降临节5月23号之后，连续我们有好几个礼拜都要学习，要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所带来的力量，圣灵所浇灌在我们身上，生命会展现出来的情况。所以我们会学习到日日更新，你的生命如何日日更新。我们上个礼拜也经历到看到如何不凭眼见，而是凭着信心。今天的经课表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所行的一件事情，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间，更是要来见证他的大能。马可福音4章26节到29节经文这么说：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对岸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已在船上，他们就请他一同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入船内，以致船灌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他说：老师，我们快没命了，你不管吗？耶稣醒来，斥责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非常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这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听过的故事。在加利利海，耶稣跟门徒一起，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特别用不同颜色写到第37节。忽然狂风大作，浪打进了船内，浪使船灌满了水。这3个不同的颜色。到了第38节，门徒在那边叫：我们快没命了。这是第4个颜色。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一个很有趣的2个问题的对答。一个是学生在问老师，把老师叫醒：你不管吗？我们都快没命了，你就这样睡觉，你不管吗？老师并没有跟学生说：我管定了，没有。
他反过来问学生是：你们没有信心吗？你们为什么展现出没有信心的样子？也就是说，学生在问老师：你都不管吗？他们到底信心在哪里？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故事，一开始告诉我们说，门徒离开众人，耶稣已经在船上，所以门徒就请耶稣跟他们一同去离开。那是已经傍晚，要晚上了，看起来风平浪静。门徒中间有专业的渔夫，看一看天象，今天应该没问题。我们可以趁着夜晚渡船，从这个地方到下一个乡镇，到下一个港口。在加利利海的旁边，有很多类似这种小渔港，你可以过去到那个地方。这是生活中间一个必须要的行动，它并不受限制，除非很有经验的渔夫发现今天晚上不适合航行。有时候捕鱼是晚上去捕，我们都有一些弟兄姐妹深刻体会到，在这么企业化捕鱼之前，我还印象很深，小的时候去芙蓉海水浴场那边有个 YMCA 青年会的一个营地 ，YMCA 青年会的营地，我们去那个地方有青年团契，还有这些老师或是教会的灵修会，在 YMCA 青年团契的那个小木屋里面的营会，已经是50-60年前了。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大早4点多就会被长辈或是哥哥姐姐们叫起来，叫我们到海边去看远远。那时候天刚刚要亮，还没有亮，但是你就看远远的地平线有好多好多的小灯泡，原来就是50-60年前那些渔船，他们那个时候开始刚刚好要回来，他们是前一天晚上，有的7-8点，有的8-9点才出去，整夜在那个地方捕鱼。50-60年前那种不大的渔船，是的，这些渔夫他们都很专业，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从这个港到下个渔港，有什么事情可以成为你的交通船，或者是你的作业的时间。他们就请耶稣，既然耶稣在船上，那就一起走吧。他们就往那个目的去。可是我们今天看了经文的焦点，那我们看到37节、38节，他提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刚刚说了4个颜色在这个地方，狂风大作，从上而来，浪打进了船内。原本的浪是在海平面的，打进了船内。第3个就是这个船竟然灌满了水，原本是一个能够衬托出来一个载具，让人得到安全，让人得活动的一个船，满了水，问题就大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老师耶稣在睡觉，所以这个情况给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就是有耶稣同在，有耶稣同行，我们一样会面对艰难危机。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弟兄姐妹说：牧师啊，我都有祷告，那我为什么还会生病？我都有祷告，为什么我们的业绩，公司的业绩都一直还不好？我都有每天跟主耶稣亲近，我也知道主跟我同行同在，可是怎么样，孩子还是教不乖，还是有困难。没有错，这个船上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可是一样会面对艰难、困苦、危险。这是我们生命中间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这4件事情，也提醒我们呢，人世间真实的苦难，有时从狂风大作出现。还记得以弗所书第6章，
我提醒过我们弟兄姐妹，线上做礼拜最大的挑战就是你手机放在你的书桌上，电视打开，但是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你继续在做你的笔记，吃着早餐，可能在那个地方很舒服。线上礼拜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这个。第二，你在浏览各个的群体，哎呀，看看士林教会不错，转一下某某堂，转一下什么哦，有一个名目，有个牧师，甚至可以转到美国的线上聚会。这是线上敬拜第二个挑战。如何让这个挑战你能够得胜呢？把你的圣经拿出来，把你的圣经拿出来，就翻开到刚刚所说的马可福音第4章。我在这边一边讲，你一边看着圣经。如果你看着圣经的话，你就会看到以弗所书第6章。在以弗所书第6章还记得吗？告诉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那些在空中掌权的，在黑暗世界的那个幽灵，那个魔鬼。人家说，哎呀，看起来就是光和日丽这么灿烂的早晨，怎么可能有魔鬼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风吹过来，在创世纪里面在提到这是上帝的灵如吹在我们中间。但是同样的，那个邪恶堕落的灵，它在整个的世界，在人所处的情境里面，它突然狂风大作。它不一定让你乌云变色，它不一定把你变得很穷困，它有时候反过来用其他的方式，让人世间里面产生狂风大作的情况。狂风大作一来，很多事情就会被人家耽搁掉。所以，狂风大作，有老师告诉我们，就象征着好像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不到那个灵界的恶魔，他在操弄，在对抗着上帝。另外说到原本平静的海，浪打进来了，突然起浪了。原本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看起来大家都照着秩序行，非常的平顺。但是呢，当浪打起来的时候，冲突、压力、苦难就出现了。社会上，在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社区，你会碰到这样实实在在的浪打过来。那个浪打过来，不只是水而已，有时候那个盐巴、那个水让你的眼睛难过，让你的事情，让你手上不小心的一个伤口更痛、更痛。这个都是来自世界。有时候原本在工作上已经就不是太顺利了，但是这个浪一打过来，从这个社会上来的压力，让你更受不了，更受不了。浪打进来了，船灌满了水。也有老师提醒我们，在教会历史上面，人类的社会中间，我们常常把船比喻为教会。反过来说，在这个波涛汹涌的世界里面，教会就像一艘船一样，它不是停靠在港口，它乃是用另外一个宗教术语说，要来拯救世人，普度众生，让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条船、这艘船，能够让那些在浪中很难存活的人有机会能够抓到船，上了船得到救恩。有时候老师也会说，这个船就像家庭，整个社会最基本的一个架构单位。在家里面，不管你是1个人、3个人、4个人，能够在这个家里面得着安稳恢复。但是呢，当船灌满了水的时候，表示这个船本身已经内部的重担、苦难太多了，纷争太多了，我们自己都已经活不下去了，还怎么样承载别人的苦难呢？最后是门徒来跟老师耶稣说：“
你还睡觉啊？你看看这整个风云变色，整个世界乱得这样，你还睡觉啊？难道你不管我们的吗？或者是你都不管事情了吗？个人有很多的苦难、难处，我们常去找老师，我们曾找辅导，我们可能会找牧师，但是很重要的，我们到底是要推卸责任、怨天尤人，还是我们能够回过头来反省、检视自己？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我们看到耶稣只在睡觉吗？还是你有看到、经历到耶稣的同行？真实的苦难，常常在我们还没有领悟生命意义的时候，就要面对生老病死的事实。这几天我们台湾，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真实的挑战、苦难，那种灵界好像不是蓝绿，而是好像真的有那种恶魔在那边阻挡，兴风作浪。同样的，我们也碰到真实的浪打进我们这台湾这条船。我们说同岛一命，同岛同样在台湾这条船上，我们只有一条命，同一个心。可是浪真的打进来了，从国际、从隔壁的国家、从不同的地方，浪打进来了。我们这条船能够承载得了吗？在这个岛上，在这个国家里面的许多人，当我们现在在面对打疫苗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预备，我们来面对注射疫苗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每个人要自己来回应，但是我们如何安静自己，正面看待？这个是一个我们还在面对生老病死的事实，人没办法改变。一个疫苗，坦白说，也没办法改变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可是呢，疫苗说不定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段艰困的时刻，在生老病死之间，让人比较舒服，比较没有那么难过。当真的遇到病毒的时候，身体是不是抵抗力能够强一点？有时候我们还没有顿悟生命的意义的时候，就面对这些非常难的功课，尤其是个人没有目标性的焦虑。其他的功课、其他的难处，知道期末考什么时候要考，原本的联考7月初要考，现在改到7月28，也晚了将近1个月。虽然考生会焦虑，但是时间点很清楚。这个焦虑至少还可以克服，认真读书。但是这次的疫情，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封，什么时候世界可以自由在了出国出入行动，这个真的不知道，就会产生极大个人的焦虑了。还没有顿悟这些意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生老病死的事实，这是真实的苦难。所以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回过头来，其实我们真正最大的难处，不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我们不愿意谦卑的将自己交托给主，跟主说：“请你来管一管吧，好，你来带领我们吧。”很多时候我们交不出来，我们还是觉得这是应该我负责的，这是我的工作啊，对不对？这是我当个小主管在公司里面，这个我自己来就好。虽然非常焦虑，在教会里面也一样，有时候我也要反省，特别这几个礼拜也要反省。难道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这样继续吗？还是说，主耶稣啊，你来管一管吧？这几个礼拜好像你都在睡觉，下礼拜主耶稣你自己来讲道好不好？不要让许传道在这个地方，你来管一管。其实我们真的是要让主来带领我们。很多时候，特别在艰难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求主的同意，而不是祷告要顺服主的旨意。主耶稣啊，我们现在这样安排，请你盖章同意吧。教会艰困的时候，教会奉献没有进来的时候，
教会有许许多多的线上的聚会，每个人有不同的需要。你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团队，我们教会的服事人员，大家绞尽脑汁，已经预备好这些来。我们祷告的时候，让主知道，你同意吧，请你同意。还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放手学习，尽我们的能力，我们所做的、所计划的，在主面前，不是要求你的同意，是主你来调整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主的旨意，这样我们能够从艰难的时刻、真实的苦难，进入静下来得平安，静下来得平安。诗篇116篇第8节这么说：来，主啊，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使我的眼不再流泪，使我的脚不致跌倒。上帝给人类的整全的救恩，我们说的整全，就是完整的、全部的，它不只是灵魂而已，不是医治你的身体而已。他是说灵魂体，让我们都得救。他救我们是这样，救我们的灵魂脱离死亡。为什么是脱离死亡？我们说死了就亡，亡就没了，不会的。灵魂在上帝面前不只是灵魂，主耶稣他告诉我们复活还有一个真正的体。魂呢，就是让我们的眼睛不再流泪，让我们不再被这些欢庆、悲伤、离别这些来使我们流泪。在过去这个礼拜，教会一起关心，我跟师母至少有3个要一起关心的家庭，有我们很亲密的伙伴，中间有一位我们士林教会大家都蛮熟的，就是李春生教会的周丽珠师母。周丽珠牧师娘40年前在我们佑心当过幼儿园老师，也是我们士林教会40年前主日学老师，在6天前安息。另外还有2个家庭，在这种时刻，我们经历到了真的是流泪的时刻，精神上有很大的不满、不舍，但是主上帝整全的救恩，要使我们的眼睛不再流泪，使我们的脚不致跌倒。脚不跌倒，就是你的行事为人能够安稳，能够走在上帝的道路上，你的身体的每天的行动能够不致跌倒，这是上帝整全的救恩。因此，当主耶稣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英文的翻译在400年前、300多年前 King James 的这个译本，以及后来许许多多的译本，英文都用 peace， 和平、平安，都用这个字。好，安静，住了吧，他在说就是平安，因为整个的情境需要的就是有主耶稣同在的平安。所以耶稣在斥责大自然说和平。让大自然、让风、让止住了，要有和平。其实他也是在跟船上喊救命、惧怕的门徒说：“平安吧 ，Shalom， Peace， 有我同在，就有平安。”约翰福音16章33节这么说：“我对你们说的这些事，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是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我们仍然要面对身体中借着属灵装备，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能够刚强自在。这个是主耶稣所答应给我们的，而且实实在在经历。因此，我们可以在使徒保罗的一生传福音的路程上，你看到他受了多少的难处，多少的苦难。可是，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这几句的经文，他这么说：“
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持久的忍耐、患难、困苦、灾难，我们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忧愁，却常有喜乐；似乎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第10节是我们今天的金句。主耶稣说：“安静吧 ，peace, shalom。”在我们中间，你会经历这时候，好像很忧愁，可是基督徒却常有喜乐；好像很贫穷，我们缺乏疫苗，我们缺这个东西，我们缺什么？可是却借着基督徒的祷告，我们在这个世代中间的祷告，让许多人富足。看起来好像一无所有，保罗好像什么都没有，但却样样都有。这是让我们能够再次经历。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这个，将你的忧虑交给上帝，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所关心 care 的事情，你所在意的事情，很快就会越过一条线，越过那条线就叫做忧虑了。我们仍然要尽心尽力做我能做的，但是不要超过那条线，不要让自己忧虑了。让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一起计划，一起预备，一起开会，一起线上代祷，你会享受经历平安。但是如果主耶稣不见了，你超越那条线的时候，就会变成忧虑了。所以彼得告诉我们，把这个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上帝 care。上帝不忧虑吗？是的，他的恩典，他的同在，他是真心的关怀、眷顾、顾念我们。他不会忧虑，因为他是掌权的上帝。虽然大水患难，但是他掌权。求主恩待，继续保守我们，让你在这个看起来还不知道再来指挥中心怎么宣布，什么时候解封，什么时候从第3级，我们听到许多的事情，还会降到2.5吗？2级吗？放心，这个就让掌权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去决定。我们为他们祷告，能够有属天的智慧，能够心存怜悯，能够秉公行义，能够得着敬畏主上帝才有的智慧，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时候做适当、正确的决策。大家彼此同祷一心，让我们台湾能够经过这段的时期，深刻体会到、经历到主耶稣说的平安、静下来 peace。借着这样，我们会超越这样的苦难，我们会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让我们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是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借着线上赞美感谢，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来，要看到主上帝你所行奇妙的事。也借着这2天，我们看到我们在混乱中打疫苗要不要、缺乏够不够的中间，主上帝你自己预备了，让万事互相效力。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安静、得平静的力量。我们这样就能够成为这个世代一个正面、一个积极、一个加分的祷告者。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在天父的爱里，让我们能够领受一个安静的能力，也在基督的同在里，我们能够得着安息的平安。我们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所给我们的力量，是一个安静的能力。
暴风上空，负你人走亡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灵安息在基督里，你的能使我安然心口。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时刻，真的是能够再次安静在主面前。在我们今天礼拜要结束之前，也有许多弟兄姐妹在关心教会事工的推动，因为已经5个礼拜，再来6个礼拜，我们不能够到教会来，所以你在家里可以预备一个信封，把你的奉献就放在里面。等到我们可以实体礼拜的时候，你可以带到教会，或者是你可以通过线上的一个方式，用转账或用汇款的方式，让上帝的殿里面的所需不予匮乏。我们也确信我们的感恩、我们的奉献、我们的回应，主必看见，并愿意一起与我们同工。我们再次在上帝面前献上你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知道上帝垂听人的祷告，你要将你自己的祷告不断的放在主面前。这个时候，我们同心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个对特别的时刻，我们相信天父上帝，你有特别的心意。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不断经历到你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主上帝，让我们在艰困的时候更深刻、更实际的经历，也学习到主耶稣同在的平安，不是没有苦难，乃是像主耶稣所说的，要超越这些艰难，进入在主里面真实的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无论晴天、雨天或风浪，天父的爱是丰盛的，他时常眷顾我们。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做最后的回忆。天父的爱真丰盛，我日日的抱住，无论晴雨或风浪，他都在眷顾。我灵尝到主的爱是这般美好，把把温情放在你心底，幸福住在我心里。人生的际遇，有甘有苦有甜蜜，主爱如潮涌，一波一波未曾停息。我要赞美我主的恩，愿全地万物齐声颂。
天的聚会到这里结束，平安。